雲林北港朝天宮媽祖出巡繞境活動25號起連續舉行3日，其中被稱之為台灣3大炮之一北港泥炮同埋炸虎爺，雖然熱鬧，最後卻係要出動清潔隊員清出將近100噸嘅炮仗水山。清潔隊人員將啲炮仗水掃成堆，再用山貓機送上清潔車，要將呢啲炮仗水集中處理。一年一度雲林北港朝天宮媽祖出巡，一年舉辦3日，其中有名嘅北港泥炮同埋炸虎爺轟炸之後，會令到成條路面四周圍都係炮仗水。為咗唔好俾呢啲炮仗水自燃，就需要有隊員輪班灑水。北港鎮公所表示，媽祖繞境燒炮仗習慣係難以禁止。舊年繞境之後，清出一座200噸嘅垃圾山。雖然今年加強宣導有明顯嘅減量，但都仲係留低咗100噸嘅炮仗水。北港鎮長張勝志就表示話，以往民眾相信燒炮仗燒得越多，做生意就越賺得多。3日落嚟，燒炮仗超過咗3000萬蚊，但係近來空氣污染 PM2.5 更係危害健康，燒炮仗減量、降低空污實有必要。未來不排除規劃炸橋專區，一方面係方便遊客觀賞，一方面嚟做到減量。